台语歌王翁立友、荒山亮和施文彬难得同时现身，这回他们带领众多台语歌手录制天心的祈祷，抚慰高雄气爆灾民的心。 这首台语大合唱是由制作人吴范得知气爆后，花了3天时间创作，再找来翁立友、荒山亮、施文彬、蔡义德等等13位台语歌手共同演唱，其中施文彬就是高雄女婿，唱起歌来感触良多。高雄本来就有自己的亲戚，我的舅舅、我的表姐都住高雄，我们这个台语歌手，那高雄是我们这个最常去的地方。是，那个地方呢，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歌迷在那边，所以其实。 那看到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其实心里面都很难过。你在是咪会你伫咧唱歌对不？为了录下最完美的歌声，3位金曲歌王反复排练，希望把声音状况练到最佳。个性感性的翁立友一想到家属心情，练唱时忍不住哽咽。尤其这一首歌，这个天心的祈祷，唱到副歌的部分，这个苏我的啦哈。 哇，真的，我就觉得一度真的是唱不下去。艺人能够做的真的不多，但是用我们的歌声去传递这个爱跟勇敢啊，给大家。透过歌声，希望抚慰灾民心灵。民新闻陈佩欣、黄兆康台北报道。